OK，做都要落雪啦 OK。你哋當啲出嚟買護照，你就俾住你公司講俾佢，如果講其他錢咯，就你嘛冇啦，俾住公司講啦，那時就個主要領導啦 OK， 我講啦 OK， 我講話創業第一真正啦，有嗰個浪頭啊，俾住啲嘢入嚟，但係就啲嘢啦 OK， 這邊講啦，俾住你公司。
to